圣经来做假做咱的信仰个别，信仰个别伫圣诗的头前，咱三个来读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27女玛利亚来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胆坐来全能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非常请坐。来启用。启文第25篇，暂时也是诗篇103篇，我来启，会众三个来回应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伊赦免恁拢总的罪。伊救恁脱离死亡的陷阱，伊用逐款好物，互恁一世人满足。上主施行公义，上主慈悲有仁爱，伊袂久长的责备。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，天离地有偌悬，东离西有偌远，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因为伊会知影咱受造的本质，人力因的性命亲像草，风一个吹就消失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就是才会遵守伊的约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的，伊有大权能的天使，听叹上帝的话。恁拢总称赞上主，所有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！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这是咱三个人压头祈祷。创造万物、永远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源头，是阮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。阮感谢你。你有带人经过艰难的旷野，来归往你所安排国度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引带阮的长辈，佮保护照顾阮历代的祖，互阮一代过了佮一代，互阮的祖来认捌你，通追求永远的活命，伫世间通忍受一切的艰苦。军队主行天路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少念一切好的所行，通成做阮的模样，敬拜上帝，看重上帝一切的根基，大大壮大，就是爱勇敢成做一个基督徒。阮阁较需要勇敢到伫上帝面前，互上帝直直的来透视阮的内心，无搁再闪避，相视比因为主爱。环抱咱，
也无掺杂济济俗世的作为，提醒阮毋通效法即个世界，爱伫专心倚靠上帝。既然出伫你的，阮就默然不语，坚定阮的信。记得你所赏赐阮一切恩惠，求你互阮努力开阔人目，你会听，继续阮功课，来完成你所交代来归荣光互你。今仔日是圣的主日，也是相连纪念主日。阮拢是上帝眼中上尊贵的相连，也是教会上宝贵属灵的产业。互阮会当做伙来学习，愿咱做伙来领受上帝搁较大、搁较清楚的使命甲异象。互阮会当好好来把握即个黄金的时光，精彩为主来活。互阮的服侍甲伫牧师所讲的讲道，会当正做芳的祭献上，互你使你接纳。甲阮若要为着阮桃园教会徛起伫桃园，要正做光塔，照亮济济迷信的人。也阮会当正做光盐进入社区，调和济济事项，引带搁较济人来认捌你。加添伫阮的团结甲小组，正做阮教会的帮手，结出济济美好的果子。有主你的看顾甲赐福，赏赐互阮的团结甲小组，才会首长，才会干部，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。伫每一人的家庭、因的事业、因的工作，以及因的心灵，拢得到健全。主啊，当阮若要为着济济病痛身躯的肢体，愿你伸出你圣的手，以及医生的医治，互遐无伫共款病痛身躯兄弟，会当一直得到医治，早日一天恢复因的健康，回转到因的家庭，以及圣会三个来敬拜服侍伫你的中间。阮若看见软正软弱的，愿主你愿坚固因，互因刚强壮大，伫正人的面前来成做美好的见证。但愿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，拢有你圣神的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三个来看去圣经，这是咱要来学咯。相连团契要主在叫我，主在叫我。先看圣经，先看圣经啊！咱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到40节。伊甲伊讲：恁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即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是三亲像，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是第二条界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以上愿上帝听伊话，过去行的。这是咱来赞美相连团契，主在叫我，主在叫我。
是咱要正道，咱请咱当地牧师。伊今仔日题目是上帝国的价值的心痛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向大心咱做伙来感谢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将你的话语手赐予阮。因为对阮现代基督徒来讲，你的话圣经，就是阮唯一会当明白你、明白你心意的一个管道。总是主上帝，阮的能力对非无够野，阮阁需要你信心的帮助、启示、甲手术亮光，阮才通真正明白上帝你的启示是怎样。就是即摆，阮要来探讨你的话，阮嘛需要你信心的运行，你信心的充满，阮才通来领受。愿主上帝你的神运行即个中间，手术互阮逐人无共款的即个启示甲亮光，成做阮生命的优赐甲帮助。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，相信咱拢真熟。总是毋知影咱敢会记得咱第一届接受即段经文的是啥物时阵，是啥物款的情形下？恁第一届接受即段经文是啥物时阵，是啥物情形下？若想拢袂记啊，对无？敢有自细汉至教会大汉的？敢有？恁绝对是伫主日学的时阵安那？主日学老师捌带恁教过嘛？即个大诫命。总是你伫生灵的时阵来到教会，检查你是一礼拜中间天数的安排来读着。咱手头有圣诗无？有圣诗无？圣诗的头前几页，敢有即个今仔日的经文？有嘛？就是即个大诫命的即个经文。当然，这毋是每一间教会拢有安排安尼礼拜的天数。这段经文也常常互教会用来配合耶稣另外一个吩咐，或者大使命。大使命甲大诫命，大使命是要安那？叫人出去安那？传福音。大诫命呢？听人甲听啥？听厝边甲听上帝。佮因为今仔日这段经文讲的是听，所以过去教会也是侪牧师教导的人，因为这个听的这个议题，常常教导的内容拢非常的正面，而且都会配合几段有关听的故事，互听的人感觉真感动，流目屎安尼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段听的经文背景是安怎，人敢知影？这段听的经文背景是安怎？咱敢知？咱当然知影讲，这段教示是谁讲的？主耶稣讲的嘛，对无？总是主耶稣是伫啥物款的处境下面来宣讲这个听的教示？耶稣是伫安歇你去会堂来教儿童的时阵分享的吗？还是讲伫结婚的这个宴席顶悬来分享这个有关听？耶稣是伫一个欢喜快乐的场面来宣讲这个听的教示吗？那安尼，耶稣伫分享这个听的教示的时阵，伊的心情到底是安怎？真欢喜，满面笑容，讲话温柔，态度正面。耶稣到底迄个时阵的心情是安怎？这个听的教示，并毋是指真欢喜。真欢迎耶稣的这个场面来宣讲的。耶稣是伫一个互人包围、监视、计划要陷害伊的一个情形下，让人来分享这个听的教示。主耶稣是伫一个无人听伊，佮充满嫉妒、怨恨、拍算要陷害伊的安尼气氛下面。向遐要陷害伊的人来分享这个听的教示。当主耶稣伫分享这个听的教示的时，伊的心情到底是安怎？伊咧讲听，但是边仔包围伊的人
是要来陷害。耶稣的心情到底是安怎？其实伊一定准备要来赴死啊！因为知影讲这话讲了后，伊接煞就要面对十字架甲苦难。所以耶稣对遐要陷害伊的人，伊无任何的保留，嘛无留情面，伊就是实实在在为着上帝的心意来做辩护。对主耶稣来讲，听是一个真严肃的议题，听嘛是一个真深的神学的这个课题，听嘛是一件无简单的信仰的功课。后一页，2000年来，无人对主耶稣车到圣殿买卖的代志来感觉有意见。互耶稣到圣殿的买卖来车倒，2000年来教会无人有意见，佮认为感觉讲伊做了真对。因为啥啊？咱若是对圣经的角度出发，对信仰的这个角度出发，安尼来看的话，会认为讲耶稣安尼做是对的。因为唔对的代志，就是爱反映出来。安尼做唔对的人，才有机会悔改，受害者才有机会来得到讨帮。虽然2000年来，教会拢感觉讲耶稣做这件代志做了真对，总是当时的人敢安尼伫想，当时的人敢安尼伫看，因会感觉讲耶稣你做了真正面吗？真对吗？对当时的宗教领袖来讲，耶稣的行为真暴力、真粗鲁，耶稣真无修养。安尼的人既然都好意思，隔工倒转来一圣殿，一只宣讲听的教师，恁袂感觉真冲突吗？一个遮粗鲁的人，隔工倒转来一只教师人爱听。其实有当时咱看圣经、读圣经，读了小理所当然的时阵，咱无看到这个冲突的点的时阵，咱袂去思考讲为什么？咱无思考的时阵，咱就袂求信心的帮助，甲咱启示，互咱亮光。咱若无爱思考，无要求信心的启示甲亮光的时阵，即伤脑筋的，就是咱对上帝的心意无了解。恐惊人甲咱讲啥就是啥。人甲咱阿伯讲，咱就真信道。一教会内底，咱要来学习听的功课，毋是听牧师一讲台顶，但你讲几下有关听的故事，大家听了真感动，流目屎。听了后，大家那学得学向听安尼。不管这个听的故事偌感动人，迄拢是别人的性命，迄拢是别人的故事，无代表咱得到感动，就表示讲咱学会晓听。一个伫圣殿内底，动作行为遮尔粗鲁，总是常时都分享听的即个老师，到底伊伫即个中间是要表达啥物物件？上帝应允伊的圣子耶稣基督，你去圣殿内底做安尼的代志，那安尼今仔日即段经文，上帝要互咱啥物款的启示？其实主耶稣，伊面对这个律法师的这个问题，伊回答这个律法师的这个内容，其实无啥物了不起的这个所在。恁可会感觉真戆影？牧师你谁安尼讲？耶稣的回答谁会讲无啥物了不起？因为当时这个律法师，因拢常常去研究这个问题，对一条诫命甲律法是全部内底上大的一条。这是所有的律法师拢咧研究的问题，所以今仔日伊嘛用安尼来问耶稣，问耶稣，伊是讲话中间掠着这个空棒，要来控告耶稣。总是主耶稣回答的内容，却是当时每一个犹太人早暗拢爱来阅念，也是讲背念的一个什么四码安尼的一个经文。咱来读其中的一段经文，因有3段，这是其中一段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
无论你坐伫厝内，行伫路林，困也是起来，拢着讲论，也着绑伫你的手做记号，滴伫你两蕊目睭的中间做纪念，搁着写伫你的厝的门徛以及你的门。这是即个宣码，宣码内底的经文盒仔，互因犹太人会滴即个经文盒仔，滴入遐啊，搁滴入因的手。即经文盒仔内底有3大经文，头句咱所读的，就是其中的一段，是犹太人逐工早暗拢爱背念一解的即个经文。所以牧师头我讲，耶稣的回答其实无啥物了不起的所在。只是逐犹太人平常时拢咧背念的经文，回答予即个律法师。即个经文盒仔内底所讲的，就是毋望犹太人逐工会当自我提醒，你爱顺服上帝。总是即个盒仔内底经文的提醒，是咧甲即个犹太人讲一件代志：你想要遵守上帝的全律法，毋是靠守规矩啦。是爱对听上帝来开始做起，意思是讲信仰的坚持以及实践，毋是守规矩，是爱来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今仔日咱人要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咱绝对爱倚靠上帝的神，就是信心，互咱启示，互咱智慧，互咱亮光，而且互咱每一个人伫无共款的状况甲处境下面，会当明白上帝的安排。甲业力，就亲像讲，咱要听一个人，你拍算要去爱一个人、听一个人的时阵，请问你检通无经过伊的同意，然后无去设想伊的感受，你就照家己的意思去听伊，安尼讲，或者算听，安尼讲算或者听，好，有人讲是控制，安尼无算是听嘛？古约先知常常用男女婚姻的关系，来比喻上帝甲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。今仔日通过婚约来三结连的男女，敢得爱开时间来互相了解甲明白，敢有需要？你来去明白讲，对方介意啥物件，你做啥物伊会足欢喜，啊，但是啥物代志你若去做，伊就足受气，伊就足讨厌。咱会去注意这个代志无？讲会嘛？啊，总是你是知影，还是讲你会想要深入来了解讲，啥这件代志，互你这欢喜？啥这件代志，互你这受气？你会深入想要去了解无？你若真正听对方的时阵，你会想要深入了解无？会嘛？男女之间的婚约的关系，并毋是。咱守足侪规矩，讲你上完厕所马桶盖一定要盖，你饭食饱，你鱼毋通用冰的骨头剔起来就好，毋是这个规矩啦，毋是这个规矩，是对你介意啥，你无介意啥，深入来了解，用久长的时间来观察体会了后，你最后会当掠到对方的心理，对无？恁的婚姻状况到底是安怎？你有掠到对方的心理无？有无？有的请举手。好，无的爱努力。上帝通过摩西，互以色列的律法就是安尼。表面上一堆规矩，一堆约束。以色列人讲即讲靠甲阮约束遐尼济规矩，遮尼济是要创啥？其实毋是安尼，上帝是要通过这律法甲诫命，或者以色列人会当慢慢来明白上帝，体会上帝的心意，最后会当掠到上帝真正所意爱。所以主耶稣伊直接来回答这律法师，伊讲啥物？来，咱看咱今仔日的经文。第一句是讲啥？咱拢会晓背啊！你着专心专情专意听主，你的上帝，这是上大上大的诫命。
你爱专心、专情、专意。意思是讲，上帝是人唯一爱威信、爱去尊重、尊敬，以及疼痛的一个对象。上帝会对人对上帝疼，爱将咱所有的人拢拼出去，咱爱全力的奉献，这是咱人对上帝的疼。咱心内所想的，咱心内所意爱，催逼咱去行动的，只有上帝这个对象，无别人。当咱愿意安尼来听上帝的时，回头上帝嘛要甲咱三甲伫地。我来讲一解。当咱愿意专心、专情、专意来听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就要甲你三甲伫地。旧约圣经的这个价值核心、价值核心，就是上帝的同在。上帝有同在无？是旧约圣经一直真关心的一个议题。意思是讲，今仔日上帝无甲你同在，上帝的神无运行伫你的中间，无甲你同在时，咱安那研究圣经，咱安那讨论上帝，拢无意义，嘛无帮助。迄说空思妄想啦。咱你讲一个无存在的物件，讲啊真欢喜。法利赛人就是安尼啊。上帝的神敢有甲法利赛人同在？无。但是因逐工研究圣经，讨论上帝，讨论甲安那，真欢喜。所以，伫耶稣的眼中，伊会感觉即群法利赛人安那？因摕因无的物件，起来咧乒乓，起来咧夸口，起来咧骄傲，因都明明无即项物件。牧师会讲较紧的，毋通哭。某一个程度，法利赛人安尼的行为，其实是无听家己。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咱爱听厝边亲像安那，听家己。但是法利赛人安尼做，并无听家己，因为上帝同在甲眷顾是咱人一生上大的保障。主耶稣对听的教示是掠上帝最中心，毋是掠人最中心，掠上帝最中心，以上帝最基础安尼一个伦理的教示。听的基础甲中心，就是建立伫上帝的心意的顶悬。今仔日你无明白，无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你敢有法度去听上帝？就亲像你毋捌一个人，你毋知影伊爱啥，你要安怎去听伊？相共款啊！你爱对上帝的心意明白、明白伊，你才会使听伊。当你会晓听上帝了后，上帝就会甲你来同在。这就是听家己的一个行为。所以一个人会晓听主悲，就先会晓听啥？先会晓听家己啊！含家己都毋知影要哪听，你是要去听你的厝边。所以你要先恳求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听上帝，才煞你才来听厝边，亲像安那，亲像家己。上帝国是主耶稣来到世间，以福音信息的一个中心。伊传福音的时阵，一直在讲上帝国。咱若是看马太福音，真侪上帝国的比喻，对无？一直在讲上帝国，是安那？因为福音就是要互信的人。佢转来是上帝国，就是上帝官兵的下面，享受上帝同在的平安甲喜乐。今仔日咱的题目讲，上帝国的价值中心是啥物货？是听。所以信仰团体，一个听上帝、敬拜上帝的团体，必须爱是一个彼此相听的一个团体。因为圣经讲上帝就是安那，上帝就是听。是即个听掌管的范围，只有充满听，无别项的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信仰团体内底讲三听，总是咱看一下咱厝边隔壁，敢真正每一个人拢遮尔可爱，互你听的落心，你拢毋敢看到无？对无？恁拢安尼，无事你继续讲落去，莫甲阮逼了。
看者嘛，讲真正大人拢遮尔可爱，互你听会着心。咱当然有无可爱的所在，牧师家己嘛有，我嘛有无可爱的所在。你看牧师鸟笑啊，足欢喜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有啥是完全的，啥毋捌犯过错，啥无缺点，啥无软弱，有啥会当做甲完全合上帝的心意。敢有人？就是教耶稣，只有主耶稣。今仔日咱即群无啥可爱的人，拢倚靠上来领受上帝的听，倚靠主耶稣基督。咱做伙一个中间来领受上帝的听。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的人，拢会当通过主耶稣，重新转来到上帝的怀抱，享受上帝的听。总是伫主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法利赛人坐坐摆来拒绝上帝国的邀请，因拒绝上帝国的邀请，因抓准家己守律法的规矩，就是听上帝的行为。因毋若安尼哦，因毋若家己守规矩，认为安尼听上帝，伊嘛去教别人，教别人讲，你着遮个规矩守的，吼，守遮个规矩，你就是听上帝。所以，徛伫法利赛人的角度，伊认为讲，教人民来守规矩，就是听上帝的行为。相时，因嘛即听遮个人民，总是事实讲是安尼。守规矩，甲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敢有共款？是两回事，是两回事。所以主耶稣伊是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其实伊从来都无放弃这个法利赛人。主耶稣从来无放弃这个宗教领袖，伊一直来邀请，毋望伊会当进入上帝国，毋望伊会当通过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伫信心的感动下面来听上帝，听因家己，相时引带人民来互因彼此相听。主耶稣毋望这个宗教领袖，你毋通得用规矩打伫人的肩胛头，迄是打袂起的这个规矩。这律法甲诫命有啥会当遵守完全遵守？无人，迄根本就是压迫甲捆绑。咱知影讲，一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内底，拢有一群弱势的团体。这弱势的团体内底有啥物人？孤儿、寡妇、丧乡的、患病、看起来无正常的人，就是讲患太哥病、麻风病安尼。这弱势的团体，伊面对安尼代志甲处境的时阵，检真正是因为因家己犯罪吗？真正是因家己犯罪吗？讲上帝所听的人，就是法利赛人认定讲，这看起来正常的人吗？这就是耶稣爱法利赛人悔改的所在，因为因无明白上帝的心意。这弱势的团体，伊毋是生来互你藐视、互你看轻的。这弱势团体毋是生来互你自我乒乓讲我较高尚。这互人藐视、看轻、欺负、受到社会来排斥的人，上帝的心意是安那？是毋望这个宗教领袖，你爱带头，你爱听这个人，听小这个人，扶持这个人。总是法利赛人坐坐摆来拒绝上帝国的这个邀请，因认为家己过了真好，因感觉家己真圣洁、真敬虔、真听上帝。所以，莫怪为什么宗教领袖想要把耶稣除互掉，因为耶稣常常甲啥物款人相甲伫地，甲抽象的嘛。这无正常的嘛，孤儿寡妇这弱势团体，甲因相甲伫地。某一个程度，宗教领袖嘛，感觉耶稣伊毋是正常的人，伊这个人无啥正常，伊嘛无清气。总是实际上讲是安尼，只有拿撒勒人耶稣，伊讲真正无正常，伊讲真正无清气。只有拿撒勒人耶稣，伊是啥？伊是主，伊是基督。伊是谁的囝？
伊就是上帝，伊本身就是上帝。今仔上帝成做人的形来到世间，甲送三个地地，甲这弱势团体，甲这孤儿寡妇破病，这个弱势团体，甲因三个地地。直到今仔日，耶稣犹原甲安尼的人三个地地。所以送愿意来听这弱势团体，送就是真正听上帝。主耶稣讲，全部的律法甲先知的教示，拢用这两条做根据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总是全部的律法甲先知的教示讲的是啥物意思？全部的律法甲先知的教示是啥物？来，咱圣经敢是有分两部分，头前的部分号做啥？旧约，后壁部分号做啥？会记一咯，律法甲先知讲的是头前这半段的啥物货？旧约圣经，规卷的旧约圣经，就是律法甲先知。耶稣真清楚，旧约时代上帝的心意，敢有成就伫即个世界？无。所以上帝囝才会当，才来到世间，伊的目的就是要来成就上帝的旨意。主耶稣伊是山顶伊教示的门徒，安尼讲。来，咱来读头前顶悬第一段，这是主耶稣伫山顶教示的门徒的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来注意看哦，耶稣讲伊来毋是要安那，是要实现哦。但是这个宗教领袖不时在控告耶稣一件代志，讲伊无守啥。伊讲耶稣无守律法呢，但是耶稣讲啥？我毋是无守律法，我是要来实现。这差别是啥物货？宗教领袖他们就是守字面的解释嘛，字面上的解说守规矩嘛。但是耶稣伊敢知影上帝的心意，伊知，所以伊是要来实现上帝的心意。接说后面一段是主耶稣用伊的学生所教示的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请问耶稣的门徒拢是啥物款的人？敢有读册？耶稣的门徒其实无啥读册呢，掠鱼的咧，啥物货呢？莫讲啥啦，这个贩夫走卒，因免啊甲这个宗教老师来相比。逐个圣经嘛背了真熟，都真熬编、真熬研究，是免啊赢过法利赛人甲经学士，是免啊赢过。是因为守规矩吗？还是明白上帝的心意？是对一种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要来实现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圣囝，伊正清楚这宗教领袖的问题是倒位，所以伊正毋茫讲邀请这宗教领袖来，恁做伙进入上帝国，咱做伙来追求上帝的心意。毋茫这宗教领袖大声来得到信心的感动。然后，这宗教领袖当引带人民做伙来追求上帝的心意。因为过去这宗教领袖，因一定研究圣经安那，研究啊真透啊，因得差一步尔，差一步，信心的帮助甲充满，互因明白上帝的心意是怎样。今仔日咱教会，咱受到主耶稣的呼召甲拣选。咱承接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来宣传上帝国的这个福音。既然是上帝国的福音，每一个门徒拢有责任，爱引带人进入到伫上帝掌权下面，常时享受上帝同在的平安甲喜乐。阿门。佮因为上帝国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价值是疼，所以咱的教会宗教团体内底，人讲在充满疼。拢放点点，拢爱充满听对无？
爱先听啥人？听上帝，然后才是听啥人？听家己，才会当去听啥人？倒讲一届，学向先听啥人？安尼才是听啥人？然后去听厝边，咱来活出安尼好的款式。最后，真正为着避免即个世代，都出现亲像法利赛人的面貌。咱读圣经真正爱呼求信心的同在，甲感动，真正互咱明白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安那。当咱看到这个社会，当咱看到济济状况甲处境的时阵，咱通明白讲，主啊，你是安那要安尼安排？主啊，你是安容允安尼代志发生？当咱明白上帝心意的时阵，咱就袂去守规矩尔，咱会当用心用情来投入，明白讲是安那上帝要安尼来安排。总是安尼的功课，敢有简单？你爱开偌久的时间来学习安尼的功课？恁老真熬考试，真正是一世人。所以耶稣才会讲，你爱专心、专情、专意。你是真正专人的这个威信。你爱通过长时间的培养，你爱真正亲身进入灵群内底，用心用灵去体会、去感受、去了解、去思考。你爱通过安尼，才会通真正来看去上帝的心意是怎样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倒一届通过你的话语，也是你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倒一届来反省阮甲你之间的这个关系。主上帝求你怜悯阮，因为阮常常通过私人也是公开的聚会，甚至是诗歌敬拜俄乐，阮常常伫你面头前呼求讲：主啊，我听你；主啊，阮爱你。总是检查有当时，这是空嘴保证，因为有可能阮并无真正明白你，因为有可能阮真正无明白上帝你的旨意是怎样。所以恳求主上帝，你怜悯阮，真正互阮用专心、专情、专意安尼的态度，常常挖过信心的帮助，来领受主上帝你的话语，都进入灵群，通过体会、观察、思考甲了解，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是怎样运行一个世间。主上帝。听真正毋是一个容易的功课，求主上帝你的神，互阮用一世人的时间，用阮的性命来学习，会当互阮早一日来掠掉主上帝你的心意。阮安尼向你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唱圣诗第514首，圣诗第514首，主基督，你的担，阮着担。咱起立，咱来唱全首。主基督，你的担，阮着担，因为你听
通，你听通，你听通，做阮动力永袂赢，阮要一生对你行，做阮动力永袂赢，阮要一生对你行。自基督阮向土，你想事，阮着听土地，听土地，听土地，和平公义满世界，照顾土地有大家。和平公义满世界，照顾土地有大家。基督，你听通嘴边话，互阮通做梦，通做梦，通做梦。梦记也情袂了工，记号无成到大钟。梦记也情袂了工，记号无成到大钟。基督，阮该喊你拍歌，甲阮着三听，着三听，着三听，诸君无过分来我，三好三听好满满。诸君无过分来我，三好三听好满满。遮济，这是咱的奉献。奉献者感谢着杨竹华、曾淑丽、赵淑英。高丽圣殿，正谈白白是稳定，虽然无大家有钱，愿你甲咱所愿。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。
这是我来报告。咱来看州部的第一页，咱漳州的聚会，以及咱的特州的这长老执事。要开始的进前，咱三个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我读一届，咱三个来读两届。仁爱无害着厝边，所以仁爱是真律法。罗马书13章10节，咱三个来读。仁爱是无害着厝边，所以仁爱是真律法。罗马书13章第10节，仁爱无害着厝边，所以仁爱是真律法。罗马书13章10节。咱来看州部第一面，漳州的聚会，以及咱9月份特州的中集，以及咱服侍济者的，咱家己来看。甚至是州间的聚会，以及教育部的课程，咱第2页，咱拢家己来看。第3页，咱的教会小组聚会，咱照咱即个所牵出来的，咱会当到伫迄个就近的所在，来参与。第4页，咱奉献的明细，但是无详细，也是咱无了解的，咱会当找咱的中级来更正。过来，咱来看第5页，消息的报告。本主日是相连的主日，请兄弟为即个事工代祷甲奉献。即个主日也是咱新德中会事工部的奉献主日，吼。咱要来看去咱相连的活动，咱会当过来了解。咱教会咱的相连是一个月有2届。第2个礼拜的拜3，甲第4礼拜的拜3，阮有邀请济遮的长职，来参与伫阮遮的来分享，互阮遮的相连的团契，遮的会友、的客友，来咱来放一个咱相连的迄个活动一个好无？有声吗？没有声音吗？今年咱的相连军队新德中会事工部咱有5月份的时，咱到伫即个北岳的所在，咱总共有80个，咱到伫北岳的所在留友。这是咱相连的活动吼，咱有邀请咱遮的长职甚至牧师，咱伫阮的中间来分享济遮的。这个就是咧中会参加伫迄个中南区的迄个医学讲座吼。
9月初4、初5、初6有3天，咱到伫即个南回吼，台东布隆即个所在有3天，拢总有102个。这是到伫台中的所在吼，即回有3天的旅游，拢总有102个到伫台东的所在南回。我若去参观着这个基丁150几周年的基丁教会。这个就是基丁教会吼，基督教会。阮伫遐含这个牧师伫遐来翕相，伫遐来参观吼，也我足满满。通过安尼，互阮的相连，才会随着年纪聚会，总是阮勇壮服侍伫圣会顶面。特别是阮足偌济吼，88岁，伊还阁服侍伫中会的会计。好，以上。第2项，下晡1点，伫7公益会议室要来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9月29，欢迎泰雅儿总会、利亚教会的叶总会牧师前来本会，为着因要顾堂募款请安报告，请为这个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2，中午12点30分，伫6楼办公室召开行政部会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，10月到12月份的新眼光欢迎会友到伫6楼办公室来领取。第3项，伫9月23到30，牧师休假，无伫个中间，若是有代志找咱小会书记，咱吴传兴长老吴传兴长老来代理。下面日期由牧师带领领袖呼召甲训练，请各团体甲同工做伙配合来造就。这个日期有伫遮排，互咱清楚了解吼。教会消息：花莲的美港教会伫10月27号下晡3点举行陈正峰传道弘立牧师受职感恩礼拜。圣歌队将前往献诗请代祷。另外，教会补助1台交通车，要前往关礼下，请伫4楼的公报栏来登记。但是满30个人以上，咱这台车就要开。但是不足30人的人数，咱就要采取家己前往，家己采取前往。第2项，新德中会双联事工部中央敬老感恩礼拜，时间是10月17，拜四报名费每一人400块，到今仔日截止。但是还未报名的，咱伫双联的还未报名的，会当过来足偌济所咱上遐来报名，因为今年伫办伫咱桃园来福星餐厅，即马目前已经460个报名。地点是来福星餐厅，桃园市北德区东阳街276号，请素人者向素人者也是足偌济来报名到今仔日截止到今仔日截止。今年特别人踊跃啦90岁有17个咱教会原来有报一年咱老兄弟会当伫遐参与。结婚60周年的
有8队，哦，60周年的有8队，原来要伫即个中央敬老内这来迄落，互咱会当来参加，了解讲咱中会咧做啥物会。以上吼，过来就是全国妇女查经营，时间10月28到30，地点是中华电信高雄训练所，每一个人3000块，含伫大餐费、保险甲查经的手续，向朱美玲姊妹也是干事局职事来报名，到10月初4查止。以上，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直接做补充报告。今仔日是咱的相连的主日啦吼。咱看头前，遮有这侪人戴迄种冠冕，你有看到因的冠冕无？吼，白发就是他们的冠冕，他们的荣耀啦吼。伊嘛是因即群人嘛是教会的荣耀。好，咱做伙用普话声来甲因鼓励。今仔日因一只的即个侍奉。希望咱未来会当坐做伙来关心即个相连的事工甲因的聚会啦吼。若是讲你有18般武艺吼，愿意是相连直接来分享，嘛真欢迎甲因的会长来报名啦吼。好，我毋知影叫法这你一定，我无讲出来哦。Lady 到了几岁还是 Lady 哈，所以不要把他们的讲出来。好，好，咱就是开互因跑啊声。牧师直接要来报告，头我讲到后主任吼，有接纳即个泰雅尔总会利亚教会的牧师直接来请安报告。因是一间中立的都市原住民教会，牧师去过因遐聚会过。因教会的病数，就是敢有咱701的教室安尼的病数尔。对礼拜堂，包括便所，包括厨房，就是701安尼的倍数尔啦吼。因即马要重新购买一个新的礼拜堂，所以毋望后礼拜因来时阵，咱真正为因代祷，甲因支持甲关心，吼，因真正是一个真辛苦都市的原住民的教会。倒来有讲到牧师要开始休假啦吼。若是讲你的代志吼。大议长就无法度解决吼，无去嫌嘛当靠我啦，上好拢无代志啦，安尼好无？吼，安尼拢无代志吼。好，牧师休假是要去东部吼，找一下海风啦，浸一下海水，然后转去南部看一下爸母安尼啦。吼，嘛为着牧师的行程平安来为我代祷。以上直接做报告。这是咱来上迎圣诗第39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。好，咱三角起立。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受你恩泉，甲你三天，心内罪恶，伫你面前，对主报悔，打地。愿你所有我命真理，入我心内，结好过情，献出仁爱，最好模样，因全人灵魂。我要是山求主赐福，困苦的人，使因快乐，成
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一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通过你的话语，会当互阮明白主上帝你的心意。也愿主上帝你的国早一日临到，互全世界的人拢通享受伫你的疼痛的内面，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顶乐木岛。伫遮报告吼，圣歌队12:10要伫遮练习吼，伫遮练习。好，咱大家起立，咱三甲向咱左右的人请安平安。